大家好，歡迎收看 Max TV 香港新人頻道。而家就係為大家帶響應最新嘅9點新詞。當港圈新天后嚴明熙不再只是嚴明熙，一張後台照道盡偶像背後的人情冷暖與感激之情。嚴明熙只是最近在其個人社交媒體上載了一張充滿故事性的照片，相中的她站在一個布滿卡片、照片、公仔和演出紀念品，特別是其音樂劇《仙樂飄飄處處聞》的元素的化妝台前，身穿簡約黑衣，頭戴帽子，展現出一份褪去舞台華服後的真實與從容。然而，這張照片的價值遠超於一張簡單的偶像生活照，它猶如一面回憶的萬花筒，折射出這位新世代人氣王在急速爆紅的道路上，如何平衡事業的狂熱與人際關係的維繫。Gigi 的演藝旅程，由選秀節目《星夢傳奇》出道至今，一直備受矚目。他的 Gigi Style 和火星言論迅速俘獲了大量粉絲，外界的焦點往往落在他的歌藝、時尚造型，以及他與同期學員之間的友誼萬歲。但這張照片則將鏡頭從閃爍的舞台中央拉向了最私密、最真實的後台角落。那個層層疊疊、密不透風的照片牆，並非僅僅是雜亂的佈置，而是他過去這段時間努力的證據和情感的積澱。他見證了他從一個學生蛻變成一個站上音樂劇舞台、擁有自己專屬演唱會的藝人。每一張卡片，每一張與工作人員或粉絲的合影，都代表着一次合作、一份支持，以及一個未被辜負的期盼。特別值得玩味的是，只是在照片中那個略帶戲劇性、略顯誇張的攤手姿勢，配上貼文中那句感謝所有愛我們、痛錫我們的人，這不單純是一種官方的謝詞，更像是一種充滿幽默感的回應，一種對外界所有猜測、壓力和關注的溫柔承接。他似乎在用這個姿勢訴說：看，這就是我的世界。這就是我能走到今天的原因。他的成功絕非只是單純的天賦和運氣，更關鍵在於他懂得借力。他感恩，並將這份感恩轉化為內在力量。在這個資訊爆炸、偶像更迭速度極快的年代，許多藝人容易迷失在鎂光燈的孤島上，最終被流量的反噬所吞噬。但只是選擇將這些人情味的碎片，如同勳章般展示出來，時刻提醒自己勿忘初心，強調我們而非我，展現出其極高的情商與真誠的態度。我們可以從中分析得出，嚴明熙的成功學不僅是一部個人的奮鬥史，更是一部人際關係維護寶典。在香港樂壇這個充滿競爭的環境中，他能迅速站穩腳跟，除了其獨特的聲線外，更在於他能夠讓粉絲和合作夥伴感受到那份真摯的連接。這份連結才是他演藝生命的最強大的後盾與續航力。這張後台照最終帶給我們的啟示是，在娛樂圈這個光怪陸離的名利場中，真正能讓一位偶像走得更遠、更久的，從來都不是曇花一現的流量，而是那些實實在在、沉甸甸的人情債和感恩心。只是這張照片不僅是對過去的肯定，更是對未來的積極展望，告訴所有關注他的人，他的旅程仍在繼續，而他永遠不會忘記身邊的你們。感謝你觀看我們的影片，如果你覺得影片對你有用，請按讚、分享並發表評論。